，ETNet YouTube 會員制正式登場，成為 Net 仔支持我哋，仲響專屬徽章加 emoji， 會員投票優先睇片，再加直播優先提問，投資快人一步，先可以勝人一籌，快啲加入啦！咁至於金啦嚇，如果喺翻我哋即係都比較容易啲接觸到啦嚇，就有金嘅相關 ETF 啦，又或者資源類股份啦嚇，兩邊嗰個嘅部署會有啲咩唔同咧？嗱，咁其實睇翻嚟到講咧，我諗係其他譬如銀銅嚟到講咧，更加係關注嗰個即係所謂嗰個工業用嗰方面嘅需求為主嘅。嗱，當然啦，近期嚟到講，因為譬如資金特別一啲對沖基金或者一啲即係比較上投機性嘅一啲，即係可能嚟自一啲大嘅機構啊，或者係一啲家族，甚至乎一啲即係所謂包辦公室部分去到即係作為一啲係炒作嘅一個即係我哋講叫做 tactic 嘅一個即係策略嚟到講咧。咁本身呢啲通常資金咧係會喺呢啲即係所謂嘅見到係有個火出咗嚟，或者係有個勢出咗嚟咧，再火上加油落去，去到即係再推一會嘅時間嚟到講，通常都持續嘅。其實每一個即係所謂嘅資產領域咧，你見到通常即係出現一個即係如果以價格嗰個技術趨勢去睇咧，直至到出咗一個即係所謂嘅一個拋物線嘅一個上升，或者係一個好似放紙鷂式嘅上升，或者放煙花，冇錯啦，通常嘭嗰下咧，你等嗰下出嚟就當然冇人能夠係精準計算得到或者預測得到嗰個所謂嘅煙花個紙鷂可以放到幾高啦，但係通常呢一個即係所謂嘅拋物線嘅一個走勢出咗嘅時間咧，都係一個即係比較上最接近危險嘅一個境地嘅。咁但係問題而家即係似乎金銀銅開始亦都係相繼咧，即係話呢個火係會再燒嘅時間咧，再有嗰啲資金火上加油咧，就等住呢一個即係出現嘅時間嘅。咁但係銀同銅咧就唔同金，因為金始終都係有一個話所謂傳統嘅歷史上邊因素又好，或者嗰個即係大家喺傳統嗰個即係人類嗰個認知觀感上又好啦，係一個即係所謂嘅美元嘅一個代替品，即係或者係當真係最極端嘅時間出現戰亂嘅時間嘅嚇，拎住啲金你周圍即係可能避險啊，真係可能走難嘅時間嘅，係啦。但係你銀同銅嘅，你冇呢個即係所謂嘅功能喺度噶嘛，係啊，咁變咗嚟到講咧，變咗銀同銅。首先第一樣嘢，相對金嗰個即係所謂嘅炒作嗰個因素或者功能咧，已經係即係少咗㗎啦嚇。咁但係問題嘅工業嗰方面，而家講緊嘅就係話銀同銅，特別銅嗰方面咧，多一個因素就係話因為嗰個供應短缺啦，短期嗰個供應嗰方面嗰個因素就話變咗成為咗一個助燃劑。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始終咧其實如果以全球銀同銅喺今時今日嗰個即係所謂嗰個佈局或者嗰個已開採可以開採嗰個即係夾埋晒即係一啲主要嘅產量嘅地區嚟到講咧，其實係不缺呢個供應嘅。如果簡單講嚟講，只係可能係一個會唔會滿足到短期嗰個短板問題呢一個因素嚇。咁所以喺銅又好或者銀又好，你當嗰個價格升到去一個即係所謂脫離咗一個基本因素嘅時間咧，一定係會加速咗一啲即係所謂願意可能抌多啲資金落去加快嗰個開採呢一個誘因嘅。咁所以嚟到講，你話爭炒嗰個供求短缺嗰個因素，我覺得不足以支持一個即係話嗰個即係所謂嗰個短期嗰個走即係嗰個支持嗰個短期走勢，咁所以嚟到講咧，如果真係要部署所謂特別用 ETF 嗰方面去到作為一個即係所謂嘅大家嚟到講喺個理財嗰個投資組合嗰個平衡啊，或者係配置嘅時間咧，我都建議始終集中翻喺黃金嘅 ETF 嗰方面，即係譬如好似2840啊呢一啲嘅配置咯。ETNet 專業版 HV2 股票報價系統，幫你洞悉大局，捕捉投資先機，即刻申請啦！